誒啱過去嗰個初中部集會呢，鐘副校長講起集體回憶啊，咁我呢，都將我自己嘅一部分嘅回憶呢，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。原來我同好多我工作咧，同好多音樂都有關係嘅。嗱，最近我哋有，我諗其實各位老師都係啦，有個班際歌唱比賽啦，都同音樂有關。咁中三嘅同學要做呢一個短片功課，多數咧都係揀做 music video 啦。我哋會有中三音樂匯演啦，中五音樂劇啦等等嗰啲。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，分享下我個人嘅呢音樂回憶。咁有一部分應該話好大部分咧，可能係大家同學都未必有共同回憶嘅喎。咁第一樣同大家睇睇嘅係，第二識唔識佢？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喺課室度哼一隻許冠傑嘅歌嘅時候咧，竟然有同學同我一齊哼喎。我話你點解會識嘅咧？咁樣，咁佢就話：我阿爸成日喺屋企播。哇！呢位同學真係老實又率直。你有冇聽過呢隻歌啊？嗰個年代嘅歌咧，啲歌詞係好工整、好優美嘅。一要共對輕舟飄，互傳誓約慶春曉，兩心相邀影相照，願化海鷗輕唱月情調。係啦，聽住咁多先啊。主要唔係講呢啲嘅，主要係講係我由細咧都開始對音樂好有興趣。咁我咁嘅經歷就係咧，當年我哋都好興呢個走廊餐廳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每次我想去唱嘅時候咧，總係唔能夠成功嘅喎。一係就嗰日唔知有咩事臨時取消啊，又或者係明明俾嘅支排都排唔到，已經食完要走啊等等嗰啲。咁當年嘅女朋友即係我太太啦，而家佢同我講話，可能咧你嘅歌聲只係留翻嚟讚美神。當時我已經係喺詩班度唱緊嘅，所以咧我想同你分享下我當年開始多接觸嘅詩歌。有冇見過呢隻詩集啊？唔知你而家仲有冇唱咧？呢個我讀書時候都多接觸嘅歌啦嚇。呢個歌集要提上新歌啦，個名咧其實都應該同呢個聖經嘅金句來源有關啦。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，喺詩篇裏邊嘅。所以佢哋用新歌嚟到做呢一個嘅題目。同你分享其中一首嘅其中一部分啦。晨曦舞山聽小鳥唱歌，微光下看風景俏。神賜人萬物點綴世界，歌頌上帝得救宵，高唱歡唱和唱。黃昏夕照聽小鳥唱歌，雲彩下看風景變。神賜人壽命，生活世界，歌頌上帝得救宵，高唱歡唱和唱。天公
呢度呢係另一套詩集，齊唱新歌有好多集㗎啦。咁呢一套呢，就係美國嘅。咁當年仲係聽卡式帶嘅啫，已經好威嘅啦。見到呢個透明黑紙底嘅包裝呢，覺得非常之有型。當時好等住佢幾時出新一集啊，幾時出新一集啊咁樣。不過到而家過咗咁多年呢，嗰啲帶都已經唔見晒。其實而家呢個你見到個封面呢，都唔係第一版嚟嘅啦，因為佢係71年開始有嘅。唔知你有冇聽過呢隻歌呢？嗰個系列叫 Praise 啦，咁呢隻歌就叫 Come and Sing Praises， 係相當有關係，但唔係佢第一隻歌嚟嘅嚇。唔係啊，升到兩聲。因為我淨係揾到卡拉 OK 版。兩聲道。論到呢度呢，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啦。我特登揀嘅呢係一個廣東話系列啦，一個英文系列啦，呢個呢就係普通話系列。我諗其實每一個地方呢，都希望有佢一個專屬嘅語言嘅詩歌咯。因為詩歌真係我哋從心裏邊發出嚟嘅聲音呢，先會蒙神嘅悅納嘅。咁啊喺呢個時間呢，懷舊嗰啲呢都未夠，因為呢個已經好最近啦。我喺預備呢個 PowerPoint 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唔係揾呢啲歌先嘅，而係我揾咗隻我10年前做嘅音樂，唔係音樂嘅 PowerPoint 呢，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因為呢隻歌呢雖然唔係詩歌，但係都俾到好多一個感動咧，大家亦都係我嘅夢想。曾經有一個夢，要用歌聲讓你忘了所有的痛。燦爛星空，誰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們給我最多感動。再沒有恨，也沒有了痛，但願人間處處都有愛的影蹤。用我們的歌換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從此與眾不同。把握生命裡的每一分鐘，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。不經歷風雨，怎麼見彩虹？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。生命裡每一次感動，和心愛的朋友熱情相擁，讓真心的話和開心的淚，在你我的心裡流動。喂，係人大咗比較長氣啊，咁啊本來想俾你聽晒呢隻歌，但係冇時間啦。我哋係時候祈禱啦，不如我哋一齊同心低頭禱告。
真我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俾我哋有歌，你俾我哋有音樂，你俾我哋能夠藉此將我哋心裏邊嘅感覺抒發。無論係我哋去唱 K 嘅時候揀歌，還是我哋唱詩歌向你讚美嘅時候，係你幫助我哋喺當中能夠睇到你俾我哋嘅恩賜係何等嘅美善，讓我哋都將我哋嘅心意向你傾吐，讓我哋喺當中能夠將讚美歸俾你，亦都喺當中能夠得到我哋生活上面嘅力量。我哋以下一段路程，我哋今日嘅工作學習，我哋交託俾你，或者你保守我哋嘅身心靈，祈禱交託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